回。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很高兴我们又能够一起实体在这里一起聚会。我们要会前的祷告，我们先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却跟着心路下眼看得见，打开监狱门。释放被掳者，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出活水从我灵深处涌出活水，是我的泉源涌出活水，因此你给我那丰盛的生命。再一次哦，一起来拍手！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却推着心路下眼看得见，打开监狱门，释放被掳者，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涌出活水，从我灵深处涌出活水，是我的泉源涌出活水，因此你给我那丰盛的生命，涌出活水，涌出活水，从我灵深处涌出活水，是我的泉源涌出活水，因此你给我那丰盛的生命。再次从头，的活水从我涌出来，却推着心路下眼看得见，打开监狱门，释放被掳者，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涌出活水，从我灵深处涌出活水，涌出活水，是我的泉源涌出活水，因此你给我那丰盛的生命。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刚过完年，我们就可以一起在这里实体的聚集，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的心因为有神，我们的心可以活起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开口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转向他。敬畏耶和华的人要经历在他里面，心要永远活着，活起来，让我们的心活起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再次在你的句子的一起要来赞美你，帮助我们去让罪恶这个时代的人受死，我们要转向，我们来开口祷告，我们要转向你，谢谢你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是你的恩典，从岁末到年终，又从这个新的一年开始，要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主，你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的心要活起来。主啊，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活起来，也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再次来转向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我们在这里的礼拜，主啊，带领我们的心要回转向你，要在你的里面再次被你来充满，再次被你来激励，再次行走在主你恩典的道路上，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持续的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城市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特别在这个新的一年，感谢主，让桃园能够在这段时间真的是一起挺过来，一起走过来，也让我们持续的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从神来的眼光，有从神来的盼望，更是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在新的一年，全球还在这样的疫情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位主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来祝福在我们的政府，在我们的执政团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城市，我们开口来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的来到这里，在教会的关系，台湾的主，这是你所赏赐的道，作为台湾的百姓，求你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瘟疫的危害，脱离那强权的威吓，求你除去暴力的罪行，赐下你的治理，让台湾的百姓知道依靠你的早平安喜乐荣耀，知道我们永远来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在我们的心中的平安，谢谢你。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你持续的保守看顾在这块土地上。主，我们看见许多的挑战，有困难的时候，但是主你所赏赐的智慧，永远有够用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更是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主啊，你使这块土地真的是被主你来翻转，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地方，带领我们真的在这些祝福这些执政掌权者，让他们有从你来的智慧，更是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真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走在你公义的道路上面。我们求主你持续的来带领，祝福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祝福我们所在的地方，也祝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让你所爱的地方，让你所爱的这些儿女们都能够来归向你，都能够来认识你，也都能够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持续的要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的，我们等一下要来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如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就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好处在外面，我们要进入在他的里面来领受这一切的好处。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身心里有需要的，可能在上面所说到的，在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样的目标盼望，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需要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服事团队我们会为你来祷告。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人，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服事团队会为你来祷告。那我们就一起开口，在这时候我们开口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用信心来依靠主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主，你不仅赏赐我们身体心灵的健康，主你更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在你的里面兴盛。主，帮助我们在这里
有声无声的祷告。主，你看见人的需要，你更看见人灵魂里面的需要。主，我们要转向你。主，我们恳求主你来医治、怜悯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需要。愿你亲自的来成全，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因为你活起来，使我们的生命因为你丰盛起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持续的来祷告，我们要为主日来守望。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我们要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要为我们今天的礼拜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每次到神面前，我们就再次的跟神连结，再次的在神的里面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的谦卑，有更多从神来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要为今天是原住民宣教委员的事工这个主日来祷告，求主来为原住民宣教这个事工的经费同工，求主保守供应跟带领。也要为本主日下午有互助社的圣园大会夏令营筹备会顺利，求主来掌权。我们也要为志工队来祷告，愿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兴起许多的志工，他们可能过去没有听过福音，可是因着能够来当志工，他们开始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求神赐下足够还有合足使用，并且是在主里面可以愿意一起来合一同工。好，求主也赐给每一个志工，真的是愿意为主摆上，而且有健壮兴旺的身心灵。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起立，我们要来为今天的主日，我们要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的需要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志工队，还有我们今天许多的事工，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谢谢你的求你来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为了教会来祷告，就让我们要在一个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灵命当中，很真实的来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为了原住民宣教委员的事工成立工作，为了工作建立社员大会，教会的最好的一个体恤，最保守教会的那个事交在你手中，无论是经费，或是他所有的开会，都求主你来带领。谢谢你真实的下令和筹备。主，我们感谢你，在每一个新的一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在主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唯有你是那信实用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们的主，也唯有你是赏赐那真实丰盛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在今天这个礼拜里面，主你亲自来恩膏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听的说的都一起来领受你话语里面那真实对我们生命有祝福的。主啊，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也保守在我们当中。今天不管什么样的会议或是事工，以及在我们的志工队当中，主啊，你兴起在教会更多的人，他们愿意一起来成为志工，愿意一起来为人来真的是分享福音，不只是福利，更是将福音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工路径来祝福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最后一起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哈利路亚！感谢主已经战胜了黑暗权势，所以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击掌。
让我们一起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命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海底，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一起来拍手。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命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海底，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再一次你要震动天地，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海底，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海底，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彼此平安，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再一次平安。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我们将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是的，主啊，你的荣耀必彰显，你必赐福平安在这地。主啊，因为荣耀的主，你已经在这里立定了宝座，让我们的灵能够安静的降服在你面前。我们要一起到你羔羊宝座面前来匍匐敬拜你。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看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
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你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是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或许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忧伤、痛苦，或许我们有重担劳苦，请交给耶稣。靠着耶稣，我们得刚强；靠着耶稣，我们必得着丰盛的人生。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真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若是你有劳苦重担，
交托给耶稣。若是你真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神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赏赐。你不仅赏赐我们生命，你更是创造天地万物。你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处处都是美景。主啊，愿你赏赐我们从你来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照亮丰盛的人生。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经历你对我们丰盛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新年过得好吗？我们今天我们要先来报告，在报告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来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吗？好，那我们可以跟前后左右来打招呼。好久没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今天又是新的朋友。OK， 今天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能够实体的聚会，我们要一起来消息的报告。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来报告，本主日是总会原住民宣教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代祷与奉献。然后，配合政府的政策，进入教会呢，请务必佩戴口罩，以免受罚。那不好意思，因为今天那个牧师我要分享，那我们距离也够远，所以我就没有戴口罩。那在这边呢，就是如果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请要佩戴口罩，然后还有就是用那个酒精消毒量额温。那如果体温超过37.5的话，就请你就可以先站在家里休息这样。那我们继续来看报告，报告的第3个就是会堂装潢的设计小组。嘉南教会的礼拜堂的装修美化工程有个招标的公告，在我们的周报，我们看一下周报的第4页下面有。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在隔壁的2楼。那请大家可以看，然后如果有适合的，可以来推荐，或者是来跟我们来那个连结这样。然后3月7号。举行今年度第2次的圣礼典。那如果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在2月21号之前向游牧师或是行政干事来报名。2月21号之前，向游牧师或行政干事来报名。那下一个，崇拜部呢举办这个插花的教学，从3月开始，一直到6月的每一个礼拜六。早上的9点到11点，
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插花的服饰有兴趣的，或是有负担的人，你可以在楼下的公布栏来登记，然后来报名参加，一起来看。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很漂亮的插花在前面，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下一个是财务部的报告，就是如果在弟兄姐妹，如果平常你不方便来教会奉献的人，你可以透过教会奉献的账号进行线上的奉献。那奉献的账号呢，周报也有刊登在PPT 也有，在这个第3页。周报第3页的下面，我们可以把周报带回去。那如果不方便来教会的人，可以扫上面的那个 QR code， 或者是用转账的方式来奉献。好，这个刚刚有说过，疫情需要我们进入教会是采用实名制，所以如果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都有这个。这叫刷卡，我们可以用刷卡点名的方式，请大家也务必要刷卡点名，因为是实名制的关系。好，下一个是这礼拜3开始呢，我们就继续开始有我们的祷告见证会，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听上帝在不同人身上美好的作为。然后在社区事工的部分呢，我们在3月2号开始呢就恢复，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那我们在3月2号这个礼拜2开始恢复活动。那欢迎我们的德福弟兄姐妹，或是你有认识社区可以适合来的，你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参与在德福的这个活动里面。然后在3月5号。的礼拜5，我们有爱幸福的讲座，邀请这个在我们当中的社区朋友、家长或带孩子，有讲座的部分，然后也同时有如果有孩子的，也可以带孩子来，他可以参加奥福音乐的活动。那我们在3月5号呢，就是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可能有时候你在家里面或是在什么地方会突然很想生气，他教你黄金2秒搞定脾气，是搞定自己的脾气还是搞定别人的脾气呢？就是来了就知道。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本主日下午1点呢，我们有互助社的社员大会，请社员踊跃来参加，1点就在这个地方。好，肢体的消息的部分，有牧师今天跟立志长老还有丰盛长他们前往诗坛的诗坛教会服侍，在那里有圣礼点跟和会，我们也为他们代祷，愿他们在那里带来诗坛教会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2次，请。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章15节，再一次。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章15节，我们一起预备心，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一起来唱。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
还是感谢你在新春假期的后的第一个主日，能够将你的众儿女能够聚集在这里，聆听你透过牧师的口传讲你的道。求主能够持续保守你的儿女在家庭、职场、学校以及教会都能够持续遵循你的教诲，更新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现在我们呈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与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在新的一年一起来认识上帝的话，一起从他的话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好，我刚刚忘记补充一个报告，今天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在楼下教会有准备小小的红包，所以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就是请大家到楼下的地方，我们会发红包给你哦。好，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2章13到21节。路加福音的12章13到21节。如果你有手机，你可以划开圣经的页面，或者是你有纸本的圣经，你也可以翻开。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如果你已经划开或是翻开，你可以看我一下，我就知道我们可以开始一起读经了。OK， 好，大家都预备好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不管你什么版本都可以一起来哦。路加福音12章13节，请。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阿们。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因你丰盛，再次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我们可以跟左右两边讲新年快乐。今年这个华人传统说的是这个牛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吉祥话非常适合我们，奔向幸福。刚好我们今年迦南教会的主题就是在家有爱，爱你幸福。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要来思想，一起来思想在神里面的话。在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其实现在还是持续，全球还是在这样的挑战当中。面对生命跟环境的不确定，特别在去年一年，我们看见有很多或者是前几个礼拜转成线上的礼拜，我们仍然有从上帝来的喜乐跟盼望。阿妹吗？因为耶稣他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如同耶稣他自己说的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耶稣他就用一个比喻来向大家来分享，其实也挑战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什么是丰盛？在2021年的开始，农历年过完之后，对华人来说才是一个新的年真正的开始。我们要来认识这位赏赐我们丰盛的源头，还有我们要来渴慕有丰盛的生命。丰盛可能跟你想的有一点不一样哦。认识丰盛的源头，我们知道，因为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创造，所以在它里面才有真实的丰盛。渴慕丰盛的生命，是因为
上帝他为我们安排在每一个特殊的时间里面，你有你的时间，我有我的时间，我们一起有我们的时间。在这些特殊的时间里面，神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享受丰盛的生命。在今天经文的背景里面呢，是耶稣他从加利利的侍奉结束之后，他要前往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过四福音书，或是我们看过耶稣的事迹，你就会知道，当他最后要去到耶路撒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去到那个地方被钉十字架，为世人付上代价。而在今天路加福音的这段过程当中，他边走边传福音，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耶稣行的神迹奇事，看见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越来越多人跟着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你可以想象，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然后越来越多人跟着耶稣，大概就是这个画面。在这个时候，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在前不久的经节里面，已经有几万个人聚集在那个地方，要听耶稣的分享。在耶稣他稍微讲了一些话之后，在这个人群当中，就有一个人他问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就是要来分这个父亲他留下来的遗产。”耶稣就问他说：“到底谁指派我替你们审这个案，或是谁指派我来替你们分家产呢？”然后他不是继续对那个人讲，他是转向对所有的人讲。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那里有几万个人，在那几万个人里面，耶稣对他们说今天的金句：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刚刚过完年，我们会跟亲友相聚，你有没有以上的经历？这是在这个过年前，然后很多地方要做一个调查，就是在过年当中，你最怕被长辈问的几个问题。对，那你们就知道他们每年都会问我什么问题，会问什么？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对不对？然后就有人出那个 T 恤说：“如果要问我什么时候要结婚，就可以先包那个红包，里面放1200这样。” OK， 所以下次要问我要记得要包红包。然后或者是就是问说你今年年终拿多少啊？就问很多问题。如果你已经结婚，问你什么时候生小孩啊？你小孩成绩好不好？你小孩长大的时候就问他什么时候要结婚啊？然后就会发现华人每一年都在问这个问题。然后就有人呢想说，好，长辈问我们要问回去，对不对？所以他就问回去，问什么呢？你退休金拿多少？你有没有规划你退休生活？你的孙子喜不喜欢你？那可能还要再问一个问题：你有孙子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华人的氛围里面，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每次到了过年，家人亲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在这里面你会听到很多家庭的故事。我今年也听到很多。我们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好像就是重新再一次整理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整理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我已经30岁了，那你跟我在家我已经怎么样，怎么还这样？我已经怎样？哇，真的很棒！可能会出现了一些比较，而这些比较可以让我们发现家人的成长，或者是一些发展。但是我们同时或许也会出现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在今天的经文，这个向耶稣问问题的人，他想要得到公平的家产。什么叫公平的家产？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分家产的时候，如果你们家有2个兄弟，这个长子他可以多得1份。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弟弟的话，我是分1/3；我有一个哥哥，他是分2/3。那如果今天有3个兄弟呢，那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哥哥，他可以分到2/4，而下面的2个弟弟，他们分别分到1/4。大概是这个概念，对当时来说是一个公平的方式。可是对我们从今天经文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当这个人他去问耶稣的时候，他问这个问题说：“你吩咐我的兄长来跟我分家业。”意思是这个哥哥可能就在这几万人当中，他也同时在听耶稣的分享。
那个人的哥哥可能继承了所有的家产，可是他没有公平的分给这个弟弟，而这个哥哥可能就在这个听耶稣教导的人群当中，所以这个人才会在耶稣教导到一半，突然提出这个请求。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弟弟真的是为了要去求分家产，要去求公平吗？他内心真实的需要是这个吗？在亲子天下文化里面，他有讲到父母教养儿女。当你们家有出现2个以上的小孩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常被挑战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父母的话，就是孩子会跟你讲说不公平，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行，不公平。但是在这个亲子天下文化里面，他分享的是说，其实你要的，孩子要的不是公平，而是我在你心中有没有独特性。哈，你不是要公平，你要是独特。我们来举一下例子好了。有一对兄弟啊，这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然后这个哥哥就说，弟弟为什么可以一直玩，我就只能玩一下下。这可能是会出现在比较小年纪的小朋友。那我们通常可能妈妈会回答，或是爸爸会回答说，啊，你要上学读书写功课啊，他还不用啊，啊，你小时候还不是一直玩，对对，马上就 NG， 这样的回话会让他更生气。这样，这是亲子文化他的分享的。他讲到说，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他可以回应说，哦，看到弟弟可以一直玩，不必写功课，是不是让你觉得不太公平？还是让你觉得心里不平衡？就算你知道你的功课你必须写完，但有时候是不是很难接受？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当我们在跟这个孩子对话的时候，当他在寻求公平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说出他心里的感受，他其实才会觉得你真正懂他，而这个也才是他想要的公平。这不是我说，这是亲子天下文化在一个报道里面讲的。这哥哥曾会继续的问说，长大不好，弟弟都可以一直玩，又没有功课，不公平。这时候妈妈可能会回他，啊，他以后也要长大啊，所以很公平，因为到时候就轮到他写功课。那他可能这哥哥很想，那我要写更多的功课，就更生气。或是妈妈会问他，会有一些就是回应，不一定是妈妈主要照顾者。好了，我叫他不要写，不要玩，好不好？哦，结果这弟弟更生气，换他生气了。他写他的功课，为什么我不能玩？变成他觉得不公平。这时候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可以回应他说，弟弟还小，没有功课，的确可以玩久一点。你长大了，虽然有功课要写，没有办法一直玩，可是你的玩法跟弟弟的玩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让孩子感受到妈妈是真的了解他，也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跟另外一个手足、跟另外一个兄弟姐妹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继续，他讲到说，这哥可能会问说，啊，这弟弟又不知道怎么玩。这个妈妈她可以回应说，对啊，所以你长大了啊，而且你玩的时间可能变少了，但是你玩的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他带领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有关公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焦点从原来讨论的公平，去讨论到他真实的需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发现，在经文中，这个人是要寻求公平吗？耶稣他为什么这样回应他？我们真实的了解我们自己真实的需要吗？或许连这个人他都不知道，他问这个意思，他背后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当我们在寻求公平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报道，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要回应的是同理，还有发现他目前的境况。上帝安排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一样的需要，同样都是学生，同样都是职场，同样都是父母，同样都是兄弟姐妹，可是却有可能有非常不一样的需要。当人在比较中寻求公平、寻找公平的时候，神却是在公义中
要接纳每一个人的独特，神却是在公义中要接纳每一个人的独特。家产不是我的财产，家产不是你的财产，家产是谁的财产？耶稣深知我们内心的需要，所以他也提出，向这一群听他讲道人提出，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现在有的盲点是什么？而且这个盲点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发现的。他在今天的经文讲到，请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在乎什么呢？耶稣接着就马上讲了一个比喻，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的有钱，他家道丰富，家产丰富，丰富到一个程度，他是一个农人，他们所有的收藏放到他们的仓房都放不下，他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拆掉原来的，再盖一个更大的，然后把所有的这些放进去，然后等到他可以放进去的时候，他要准备跟自己的灵魂，在这里经文不是说准备跟自己的心、跟自己的身体或跟隔壁家人讲，不是，是要跟自己的灵魂，所以他很重视灵魂哦。我要跟我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存放在这里，接下来你就是过非常开心的生活，每一天。可是上帝却回应这个人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有一段时间空档，我那时候就准备考了不同的证照。在考其中一个证照之前，有一段实习的时间，我去到一个安养院，一个疗养院，在那里呢有分短期、中期跟长期。那大部分时间的时候，我会去那个短期那边，就是去学习。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那个地方跟一个长期安养的阿姨。我记得我进去到那个，因为他们就是一整栋都是那个安养中心。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阿姨躺在那个地方。她因为中风的关系，脖子以下都是瘫痪的。然后，但是她可以说话，所以我就在那里跟她聊天，想要认识也想要知道说住在这里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当时的阿姨她才50几岁，可是她已经躺在那边大概2-3年的时间。我相当印象深刻，我们那一段对话，她就跟我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为孩子安排预备一切。可是到了有一次，因为她太累，她就中风。中风之后，她就躺在那，就是我看到她那时候的境况。然后她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她就边讲边流泪。她流泪，最后她就说，她很后悔，她为什么要这么努力赚钱，可是她都没有享受到她的生活。她赚了很多的钱，但是现在这些钱都拿来付她安养院的费用，而且她的孩子也因为有自己的生活，也是很忙碌，没有办法常常来看她。她不断在说，然后眼泪就一直流下来。但是我那时候忘记问他，我后来想到这件事，我想到说，我那时候应该要问他说，那如果今天你不再这样一直赚钱，你要为自己做什么样的预备？如果你今天有机会的话，你要为你自己做什么样的预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他在举例的例子，讲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在今夜却要失丧他的性命。好像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耶稣的比喻会讲到有关很多有钱人，但是他失落或落空的故事。在这里讲的不是耶稣，他是一个讨厌有钱人的耶稣，他也不是一个仇富的人，而是他要我们要避免有贪婪的心思意念，避免有贪婪的心思意念。天主教也就是大公教会，在13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是道明会的这个系统，他叫做圣多马斯阿奎那，他就归纳圣经，当时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归纳，他后来再更浓缩归纳出圣经中讲到的7种罪行，而其中我们今天耶稣教导那个避免贪婪里面，他就有讲到，他对贪婪的定义，这个主教他对贪婪的定义就是说，人希望占有比所需更多的事物，人希望占有比需要的更多的事物。他进一步就更多来讲，他就讲一件事，他说这种感觉像什么？就很像我们转向，我们背向上帝，我们背向上帝的罪恶，就是上帝在那边，我就是不看。正如所有朽坏的罪恶一样，就是人会为了腐败的东西而放弃永恒的东西。人会为了腐败的东西放弃永恒的东西，正如刚刚我经文里面所说到的，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经验。我们会不会为我们自己的财物来预备地方放？我买了一个家具放在一个地方，我为我的孩子预备一条道路，我帮助他，可能不一定是存钱，或是各样的方式，让他去学各样的东西。可是到最后，我为别人都预备了，可是我自己要去哪里呢？我自己要去哪里呢？我们最后会不会不知道我们归向何处？或者是在我们在寻求公平的时候，我们在寻求机会的时候，我们在寻求一种卓越的时候，我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其实这是耶稣今天透过这个人的提问，他要分享给大家的。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也有提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是万恶之根，在这里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不是代表拥有财物是一件坏事。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他从来都没有讲过他讨厌有钱的人，或是他鼓励大家不要有钱。他在讲的是你的财宝就是你的心，你的财宝就是你的心。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就是要透过神的话来去分辨，透过神的话来去认识。所以我们很需要每一天在家会主，特别我们最近用影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要邀请大家，要每一天回到神的话，才不会让我们错误偏见，或者是扭曲了原来上帝他美好的心意。在箴言里面有2处有讲到，我觉得这是可以很适合来回应我们到底怎么看待上帝，怎么看待人跟财物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就讲到说，一人家中多有财宝，2人得利反受扰害。而第二段经文说到，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在这里说到的，我们看经文就很清楚，其实神希望你的家中有财宝，越多越好啊。可是如果你这个人不是一个正确的人，这个人所使用的方式，心里的心思意念，不是敬畏耶和华的意念，那宁愿你不要有这么多财宝，不然反而害了你自己，在里面深受困扰，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每天很恐惧，不知道谁来骗你的钱，不知道谁要来怎么样跟你讨好处或是各样的。在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上帝要人面对财物，首要的是我们要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怎么使用这些财物，比我们到底拥有多少财物，追求多少财物还要重要。所以在这段经文，今天经文的后面，耶稣就像这几万个跟随他、听他讲话的人，
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用这种方式来行道。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我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在今天回去的时候想一想，你花最多的时间，你花最多的钱花在哪里？可以想一想，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真的心就在那里？当我们认识神的丰盛，当我们认识神的公义，当我们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才会真正知道丰盛是因为上帝，丰盛是从上帝而来。我们怎么知道呢？在诗篇里面就有讲，一开始就说到，上帝是赐福的源头。我们也很常，牧师团队也讲，长子也讲，各样的同工也讲。我们看到那些发早安图、晚安图，或者是常常在不同的频道里面看到的那些跟信仰相关的影片，都告诉你说，上帝是赐福的源头。而上帝的赐福的源头根据是哪里呢？就是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这是现代中文译本。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他叫做撒该。他原来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不只是有钱，他有钱，而且他很有地位。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算是身处在高位，因为他跟政府，他是一个官。但是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虽然这个人身处高位，而且他很有钱，可是他被他同族的人看为是为罗马社会服务的走狗。他所得到的钱有很多可能是来自不是正当管道的，因为当时是包税制，我只要一部分的钱定额定量，这个是要给政府的，其他我怎么赚都是属于我自己，我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赚钱。但是他没有办法过一个问心无愧的生活。然而有一次，耶稣拜访他，耶稣来到他的家中，耶稣看见他，问他，来到他的家中，他生命改变，因为他认识到真理，他遇见是真理的那一位耶稣，他在真理中他找到了自由。他终于知道他心里面真正的依靠跟归属是什么，他才知道永恒的神才是他要寻求。所以在他的故事里面，他最后所做的就是他说他要把他一半的分给穷人，他要把他骗别人的用4倍来还给他。谁会做这件事情？谁会愿意做这件事？因为他知道有比这件事、比钱财、比他所有的还更重要的是能够归属于这位永恒的神。在神里面的赐福是远超过他现在已经有的这一切。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比较后面的地方，耶稣他后来又对门徒说，跟随他这些人，他说什么？请你们来帮我读经。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你的寿数多加1刻呢？使你的时间多1分钟，多1秒钟。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财产到底是什么？
在这里提到谁能够让自己的时间增加？我想上帝最公平的地方是，他给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时间都是24个小时。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其实时间或许也是我们的财产。你有多少时间？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财产。最重要的财产是什么？是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时间里面？当我们积聚很多我们有的东西，当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时间里面，或许今晚就走了。前几天我们有个亲戚非常年轻，40几岁，每一天都跟我爸讲电话，因为他们都一起开车，开车的时候会有很多空档是可以用那个对讲机在那边对话。但是在前几天，每一天都讲话的人，在睡觉当中很年轻，身体很健康，就这样睡到一半就走了。我们非常的惊讶，非常惊讶。都是24个小时，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有这些有什么意义跟目的呢？当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来到希腊，他向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向这群没有听过耶稣的人讲福音。他一开始就这样介绍上帝，他说：这位神，这位你们还不认识的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而且他为你预定了、定准了你要活的这个年限，还有你所要居住的疆界。所以神其实有为你预备在他里面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吗？我们明白吗？我们若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会透过他的话语来知道他对我们的心意。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环境跟状态里面，都能够按着他的话语，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经历在他里面，才可能会有真正的丰盛。在诗篇里面继续这16篇，回去大家可以来读，就有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是神对我们应许的话。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当我们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真实的相信，我们真实的相信神的话是真的，这件事它就要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自然能够用美好的眼光，而且可以经营成为美好。不管你在多烂的环境里面，如果你相信神的话，它是信实的，是真实的，是会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你的产业就会走向美好。有一个人，他就经历了神赏赐丰盛的时机，他活在神所赏赐给他的时间里，而不是自己的时间。因为如果他活在自己的时间，我相信他会很痛苦。这个人叫做谢志宏，他在2000年的时候被判死刑，原因是因为他杀死了2个人。在这段期间里面，他原来是被判死刑的，不过透过一些律师，透过一些朋友一直帮助他，不断的再审跟上诉，从2000年到2020年，他才无罪定谳。原来这是一场冤狱，可是他却花了20年的时间被关在监牢里面。从20岁到40岁，人生最精华的岁月，他都在监狱里面度过这些时间。在无罪释放之后，他就回顾这段人生，他就告诉大家说：我有一个很棒的解释，我在狱中呢，不是在受苦，不是在受难，因为经过这件事情，没有经过这件事情，我就不会认识这些律师的朋友。就讲你是苦中作乐吗？他认为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说了，这是上帝的旨意跟安排。这20年的时间，让他很认真的思考他的生命跟人生。在
监狱里面的时候，他看过上千个案子，遇过好像9个死刑犯，他听到上万个人生。他出狱后，他只说：“我要更把握我自己的人生。”有很多人不用坐20年的牢，可是却一辈子活在内心的监牢里面。他没有办法经历人生的丰盛，因为他不认识神。而认识神的我们，神有对你独特的时间，如同我们一开始讲那个公平跟不公平。神不仅是同理我们的生命，他更是看见你生命里面那个独特的时机。只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丰盛是在于我们跟这位创造主连结。即使在耶稣他自己的侍奉中，他也是连接在上帝的时机里面。罗马书在最后就讲到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他翻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耶稣基督早就按着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时机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上代价，使我们因为这个时机，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使我们在这个时机里面，我们不只是活在自己的24小时里面，我们跟这位永恒时间观的神来连结了，我们活在永恒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与上帝连结，连结于这位创造我们、赏赐我们丰盛源头的上帝，活在他为我们预备赏赐丰盛的道路上。新的一年开始了，已经开始，而且时间不会等你。我们不仅要活在上帝的时间里面，我们更是要在上帝的时间里面，因为他的话语，找到他对我们独特赏赐我们那独特的产业。神为每一个人，我想你过年就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个性特色，做不一样的事情，就算做一样的事情，都有不同的呈现。神为每一个人安排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独特的时机，而这个独特的时机要带领你突破你现在所遇到的困境，要带领你回应你面对的每一个挑战。而这些秘诀，这些丰盛的可能性，都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发现了吗？愿我们在新的一年调整我们自己，来经历这位丰盛的上帝。也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随时警醒，连接于上帝的时间，因为他是丰盛的上帝，唯有在他的里面，我们要经历丰盛。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回应。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真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在新的一年，我邀请弟兄姐妹，我觉得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祷告词。你有劳苦重担吗？你正灰心忧伤吗？新的一年刚开始，可是你可能已经活在新的一年的劳苦重担里面了。我邀请你，我们要来投靠耶稣，因为我们何时软弱，当我们在何时依靠耶稣，我们就要在何时刚强。这是神对我们的话，他的应许。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要来经历。你愿意相信，在新的一年，
这就是你的恩典，就是你的丰盛，就是你的福气。让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志要在主的里面经历从他来的丰盛。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放胆开口来祷告。从头来唱，我们再次从头来唱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宣告，成为我们的祷告。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真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我们一起来宣告，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旅途中，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在各样的时刻，我们需要来依靠你，因为真实的丰盛、真实的恩典、真实的幸福，是在主你的里面，我们才寻找得到；是在主你的时间里面，我们经历那对我们真实独特的丰盛。愿阿爸天父永恒不变的慈爱和信实，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经历在主里丰盛的人生，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命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令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神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也请大家记得下去的时候要